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4年3月初2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9篇，出来及第19章16节到25节，马可福音第9章第2节到第8节。今仔日要给大家三节分享的主题是改变形象。耶稣基督伫变魔山一起在，互军队的门徒真正惊吓万分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，因为伫变魔山的顶悬有迄个代表先知传统的以利亚，以及代表着律法的摩西拢出现了。这个时阵，上帝启示着耶稣基督的身份。变貌绝对毋是迄种外表的改变而已。这个改变是因为有上帝的神的同在所产生的改变。马可福音第9章第2节到第8节所记载这段的代志。标题是耶稣改变形象。6日后，耶稣带彼得、雅各甲约翰，干那因家己爬上一座悬山，伫因的面前，耶稣的形象忽然改变，伊的衫变甲光细细。非常的白，地上的漂布师傅嘛袂当漂甲遮尔白。迄时以利亚甲摩西做伙出现，甲耶稣讲话。彼得对耶稣讲：“rab比，咱伫遮真好，阮来搭3间寮仔，一间互你。”一间互摩西，一间互以利亚。迄时彼得毋知伫讲什么，因为因非常惊吓。迄时有一片云甲因搭着，阁有声对云出来讲：“这个是我所疼的囝，恁着听叹伊。”因赶紧四周围看一遍。只有看到耶稣，无别人伫遐。这个事件的记载也详细出现伫马太福音17章第1节到13节，以及路加福音第9章28节到36节。可见这个事件伫福音书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事。耶稣基督变貌的情形，亲像漂白同款。伫以利亚先知甲摩西出现了后，就有声音宣告讲：“这个是我所疼的囝，恁着听叹伊。”相反，这个情景也亲像出埃及的情景同款。当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过红海，领受烟吞，食玛纳了后，因就到伫西奈山的区域。伫西奈山骹，上帝来召集因，并且要求摩西家己上山，然后才会当互阿伦军队伊来上山。祭司以及人民只有会通伫山骹伫界山的外面来听候。上帝伫即时透过摩西宣告上帝的话安尼讲：伫出埃及第19章第9节，上帝甲摩西所讲的话，上主甲摩西讲。我要伫密云的中间来到你遮，
互人民听见我甲你讲话，通永远信任你。上帝召集以色列人的目的是要正式宣布摩西的职位，伊是上帝所差遣的领袖以及审判官，为着要化解伫进前伫埃及的时，以色列人对于摩西的质疑，因为有人安尼甲摩西质疑讲，什么人设立你做阮的领袖以及审判官？今仔日的经文出来及记第19章16节到25节，安尼记载。到第3日的清早，山顶雷公四呐，乌云密布，号角的声大陈，国内的人民迎来的人民拢袅袅出。摩西带人民离开营地，迎接上帝，因拢徛伫山骹，规个西奈山拢是火焰，因为上主伫火中降临伫山顶，山的火亲像火炉在冲的烟来冲悬。规个山大震动，哨角的声愈弹愈大。摩西讲话，上帝大雷甲伊应答。上帝降临伫西奈山的山顶，上帝召摩西上山顶，摩西就爬去山顶。上主就对摩西讲：“你落去警戒人民，叫因毋通盘过界线，要来遮看上主。直到会有真济人死，亲近上主的祭司嘛着洁净家己，才免得我刑罚。”摩西对上主讲：“人民袂当上西奈山，因为你已经警戒阮，讲着伫山的周围设界线，甲山分别做成。”上主甲伊讲：“你落去，且佮甲亚伦做伙上来。毋过祭司甲人民毋通超过界限，要来上主遮，才免我甲因刑罚。”摩西就落山去人民遐，甲因宣布。耶稣基督会变魔山，就好像亲像摩西伫西奈山40天了后落山的情景。伊的面貌嘛改变啊，伊的面发光，因为有上帝甲伊同在，伊就无搁再是家己，乃是上帝伫伊的内面伫活。那呢，基督的面上是毋是基督的阳光？基督徒的面上是毋是也有光？咱的面容是毋是因为基督的同在来改变？或者是咱犹原是咱家己，要有基督伫咱的内面活地？或者是咱的面貌改变，只不过是一种外表的改变，内底无有上帝的神同在呢？是毋是上帝对天顶会讲：“这是我所疼的囝？”诗篇19篇，上帝创造甲律法，天宣布上帝的荣耀，穹苍传播伊的作为。一日要对迄日讲话，一暝对迄暝传播知识，无言无语，无声无息，因的声音传到全世界。
因的言辞传到天边海角，上帝为着日头伫天顶打布片，日头亲像新郎对洞房出来，亲像选手踊跃走伊的路程，对天的一边出来，驶到迄边，热气普及万密，上主会突发完全，互人得到新的快乐。上主的命令苛刻，无互知识的人来得到智慧。上主的律例公正，互人的心欢喜。上主的诫命纯洁，互人的目睭光明。敬畏上主是纯真，永远无改变。上主的判断真实，完全公道，比金比真济纯金更加贵重，比蜜比纯的蜂蜜更加甜。律法互你的仆人得到境界，受诫命就有大报赏。啥人会知家己的错误？求你赦免我无意中犯的过失。求你保守你的仆人，互伊袂故意犯罪。求你毋通用阮罪恶关吓我就正做无通指责的人，袂犯同罪。上主，我的避难所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的嘴所讲的下伫你的旨意，愿我的心所想的得到你的接纳。恳求主的圣神充满阮，改变阮，互阮有无同款的生命的展现，互阮互上帝称作我所听的囝，会通代表基督，正做世界的光，来见证主的名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